粵語入面形容大特價、大優惠就會話賣大包。咁呢個大包究竟係咩包呢？據講上世紀20年代廣州嘅茶樓生意競爭激烈，有間茶樓為咗吸引顧客，就推出一款大件夾抵食嘅招牌大包。呢個包大到成隻碗咁，入面嘅餡料又豐富，每個先賣2分4銀，真係抵到爛。於是好多街坊都買嚟當飯食，令到呢間茶樓生意十分興旺。其他茶樓見到即刻有樣學樣，於是賣大包呢個詞就成咗大減價、半賣半送嘅代名詞。聽講當時廣州大名鼎鼎嘅大同酒家仲出過一副關於大包嘅對聯：大包易賣，大錢難撈，針鼻削鐵，只向微中取利。銅符來少，銅子來多，鹽錢滴水，幾曾見過倒流。呢副對聯讀落真係笑中有淚，引人深思啊！想了解更多廣府文化，記得點翻個關注啦。